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我係張師奶。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1982年春天，一個會改變一切嘅下午，艾斯博士決定為凱瑟琳進行一次催眠治療。佢用溫柔平靜嘅聲音引導凱瑟琳放鬆，由頭頂開始一路放鬆到腳尖。喺催眠狀態下，凱瑟琳回憶起5歲嘅畫面，喺泳池邊俾人推落水嘅可怕經歷。但係呢次催眠之後，佢嘅焦慮並冇好轉。1個星期後，迎嚟第2次催眠，艾斯博士決定做一件超出傳統治療範圍嘅事。佢引導凱瑟琳越過童年，對佢講，返到問題開始嗰一點。就係咁，不可思議嘅事情發生咗。凱瑟琳嘅聲音變咗，佢平時溫柔嘅聲線突然變得低沉沙啞，呼吸好急促，好困難，好似喺極度艱難嘅狀況底下用盡氣力咁講說話。佢話佢叫做阿朗達，18歲，居住喺一個有山谷、河流同平原嘅地方。當艾斯博士問佢而家係咩年份，佢答公元前163年。佢描述自己嘅村莊遇到一場大洪水，河水瞬間暴漲，突如其來嘅巨浪吞噬咗一切。佢用盡全身嘅氣力緊緊抱住自己嘅嬰兒，但係洪水太過猛烈，將佢懷抱入面嘅嬰兒無情咁沖走。最後佢喺無助、心碎同無法呼吸嘅絕望之中被大水淹沒，失去咗生命。艾斯博士呆咗，理智即時話俾佢聽，呢個絕對唔係啲咩前世。喺醫學角度，佢認為呢個只係凱瑟琳嘅潛意識為咗宣洩痛苦而構造出嚟嘅夢境或者隱喻。佢用一場洪水去合理解釋自己怕水、怕近親嘅症狀。雖然理智不斷否定，但係聽住眼前呢位年輕女士極其真實嘅瀕死轉釋，艾斯博士內心深處某個部分開始動搖，理性嘅高牆靜靜咁裂開咗一條微細嘅裂縫。有啲恐懼係屬於你，但係就唔屬於此時此刻呢一個你。